给二爷请安。你们也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妹妹，妹妹，爱哥哥，好了好了，你别难过啊，也就这几天的功夫，咱们这就回家了啊。这可真是啊！你们都还有个个都往外拐，哎，去吧去吧。是。往外人身上扔，这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们住口！我告诉你，你有人了啊！给姑娘请安。免了。秦兄弟，枕霞妹妹，徐姐姐，我家里这位嫂子的日常行迹，你们怕是也听说过，不必理睬她。哎呀，总归是为我霞妹妹的事儿嘛，让姐姐和姨妈受累了。什么话呀！枕霞也是我妹子，只是啊，这世上的许多事情，咱们没法子全部料到。哥哥总要娶亲，可偏偏娶了这么个母老虎，简直就是个丧门星。哎，要不我去说说？你可别去，那不是个你能跟他讲理的。让他闹，我哥能治住他，也就是闹得家里不安宁，让外人笑话。哎呀，要这么说的话，倒全都不是外人啊！我打死你我！打死你！哎，我打死你个不懂事的泼妇！抽死你我！就是打我！让你说！我知道你们家就是被打的！让你说！再叫唤！我打死你！你个泼妇！你们先回吧。收拾你！打死你我！让你说！你这张臭嘴！哎呦，怎么打这么厉害啊？我去劝劝去。我说不要去。秦兄弟，不是我吼你，是气我自己，如何竟生在这等家里，有这样的兄弟，这样的嫂子。薛姐姐，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儿，还是去劝劝吧，要不然这打死人了怎么办呀？来一下，小姐。说，还说。你去叫几个人来。是。妈妈还不知道多难过呢。说，还说。我让你说，还说，我打死你我！打死你我！哥哥，哥哥，你快住手吧！哼！你少在这假惺惺！我都给打成这样了，你才来劝！你是恨不得我让你哥给打死，这才成了你的心意。嫂子，还是不要这样说话。这个家里面，但凡有人懂点人事，就不会弄得这般鸡飞狗跳。你说谁不懂人事？我呸！你们薛家人不懂人事！你放屁你！你不想活了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成全你！我打死你！我这快把我哥拉开！说，你行了行了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县令宝钗，把你家奶奶架到房里去，请个郎中来。打死你！欺负人了！你们就欺负我好了！啊！你们可给我记住了！你放开我！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少奶奶，早晚我会回来报仇的！要让你们薛家把我哥关到我屋里去。妹子，你关我做什么呀？妹子，放开，放开！陈贝勒又来过了。他说日子都已经定下来了。哎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他还说叔叔婶婶的罪案，他也跟王爷说了，正在想法子呢。
我就知道嘛，我这个兄弟定然会帮忙的。我这心里还是有些怕。怕什么呀？不用怕，陈贝勒是我最好不过的兄弟了，人也特别好，不然我会与他交往吗？再者说，这陈贝勒呀，也是个没人敢欺负的主。你日后成了李亲王爷家的儿媳妇儿，那就跟进了保险箱一样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怕这个，我是说，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是他和爱哥哥一起把我从鬼门关上救下来的。可是我记得爱哥哥曾经说过，男人都是浊物，那我若是嫁给了他，也就一样成了浊物了吗？我的霞妹妹啊，我说的这个浊物啊，那是一般的男人，我可不是说陈贝勒啊。那你是说，陈贝勒爷，他不是浊物啊？秦兄弟啊，说过许多骂男人的话。当时我就想啊，这些话里头的男人会包括秦兄弟吗？现在看来，像男人都是浊物这样的话，岂止不包括秦兄弟本人？他若是想把别的男人排除出去，只要他亲口说出来，那人啊，就绝不是浊物了。薛姐姐这么一说，我的那句话像是有点强加于人呢。不是才怪。这世上的人啊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在我看来，都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这男人若是个浊的，女人要是嫁给他，也并非一定要给他沾染的浊了。若女人是个浊的，男人娶了她，也并非一定给那女人沾染的浊了。你看那莲花，岂不是出污泥而不染？好家伙，我那句话让薛姐姐一批啊，简直无立足之地了。哎，霞妹妹，你觉得是薛姐姐说的对啊，还是我说的对啊？这从前啊，我觉得爱哥哥说的对，可今日听我薛姐姐这么一说，我还是觉得薛姐姐说的对，我信薛姐姐说的。哟，霞妹妹也见风使舵了。不过，薛姐姐把我的话给批了个体无完肤，倒叫我安心了。不然的话，霞妹妹今儿个出嫁，林妹妹明儿个出嫁，薛姐姐后个出嫁，等再见到时，都成了脏兮兮的浊物。老天爷呀，这世上还成个样子吗？又混说了。哎呦，这2天呐，腰酸背疼的，真是累死我了。我看呐，您不是身子累，是心累。哟，你钻到我心里头去瞧了，还是怎么着？乔奶奶这话说的，咱们府里谁能跟您比呀？好。哟，这儿。哎呀，歇着呢。今儿真稀罕啊！一进门就阳光灿烂的。哎呀，这样不好吗？假的，全都是假笑。又来讨钱是不是？哎呀，还是贤妻之我啊！放屁！昨儿才给你2000两银子，今儿就造完了？说，又送到哪个骚货床上去了？你不给也就算了，何必出口伤人呢？哼，我伤着你了吗？我这是夸你呢。瞧咱家的主子多有出息啊！昨儿勾搭东家的媳妇儿，今儿勾搭西家的媳妇儿，明儿啊，我看那王母娘娘你也敢弄到床上去了。哎呀，你这可就冤枉我了！我跟你保证，这几日我是一杯花酒也没喝。那就是赌钱，又输了是不是？哎，这几天是有点手头不太顺。顺你个屁！你敢骂我？我骂你还是好的。你一个掌家男人，成天不是赌就是嫖，正事儿没干过一件。哼，你要是不愿意听我骂你，好啊，咱们去老祖宗那儿评评理去。恐怕老祖宗听都不会听一句，先一顿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。走。别，我怕了你了，我怕了你了还不成啊？我去瞅瞅。二爷，
爷等等，别给他钱。二爷，二爷，这是200两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他骂我，你疼我。二奶奶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这些钱若不是我知道她是准的，我也不敢擅自做主。你不用替他说好话，跟你说，这么多年我早就看腻了他了，瞅个机会我早晚休了他。我让你做二奶奶啊！终归还是让他得逞了。嗨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儿，面子总要给他些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府上早就入不敷出了，再加上枕霞姑娘的婚事在咱们府上办。虽说这嫁妆是老祖宗送的，可这婚礼的花销总得一大笔吧，这才显得体面。哎呦，我到哪儿去弄钱呢？都当我是神仙呐！是，二爷在外面玩呢，难免手面大了一些，可跟府上要用的比起来，倒也算不了什么。哟，你这话说的倒轻巧啊！他今儿给我整出一窟窿，明儿又给我整出一窟窿，我就整天给他补窟窿，那不简直成了无底洞了？哼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么向着他，他又答应了你什么？是不是？嗨，二爷那张嘴，奶奶又不是不知道，随他爱说什么，我不相信，奶奶就更不会相信了。哼，我这是怕呀，假的，说着说着也就成真的了。奶奶这也怕，还真是新鲜。我这是警告你，那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是火坑，跳进去你就知道了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抱歉，我的孙儿，你可回来了。老祖宗，哎呦呦呦呦，我的儿啊，可不是嘛，跑了这么溜溜的一整天。珍珠啊，哎，你亲自来给我的晴儿捏捏腿啊。好舒服啊，真舒服。珍珠姐姐，好舒服啊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又哪儿疼了？我是说那个郑家庄可真远啊，一路上跑的我腿肚子都酸了。可不是嘛！你说这皇上把个礼亲王府弄到京师郊外，这着实奇怪得很。啊，对了，那边迎亲的事情怎么说的？哦，李亲王那边啊，找了个神人给算了算，说掐算出个什么吉祥日子。他们说啊，等那天让抻贝勒迎我枕霞妹妹过门。嘿，好，好，好！咱们这边送亲的时辰，我也跟你林妹妹说了，就让云翠庵的齐玉师傅给掐算掐算。到了日子啊，舅舅和舅妈会亲自送我枕霞妹妹出门，陪送的嫁妆也跟着去。他们能送什么嫁妆？哦，舅舅舅妈也说了，说他们送的嫁妆啊，怕是抵不过老祖宗您啊拿出来个一根汗毛。倒也没那么邪乎，可要霞儿嫁的体面，我这里呀不会含糊的。是，有老祖宗在啊，我枕霞妹妹的体面已然有了，已然有了。哎呀！哎呦，老天爷呀！我的晴儿可真是累坏了。你瞧他那样儿啊，可真是让我心疼啊。
珍珠啊，哎，你安排几个人把他给送回去吧啊！哎，好，来，慢点啊，哎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没事，我能自己走。当心啊！哎，来，没事，我能自己走。慢点啊！哎，不用扶。二爷，来，算了，还是我来吧，把秦二爷放在我背上来。哟，那辛苦大姐了。来，慢点啊！慢点啊！姑娘，听说二爷回来了。他来了吗？啊，听说是从老祖宗那儿出来，到怡红院去了。我去看他。真是的，姑娘盼了他一天，他不来看姑娘，倒让姑娘去看他。我跟他谁看谁，还不是一样？小心点啊！慢点。哟，辛苦你了，把秦二爷放下来吧。你先回去吧啊。行，回吧，回吧，都回吧，我能行。哎呦，老天爷呀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这是把人急死了。你急啊，我比你还急。行了，我可把一个全乎人交给你了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那珍珠姐姐谢谢你了啊。走吧。哎，哎呦，困死了，困死了！快把门关上。真是的，没看见我们姑娘来了。你又没出声，人家是没有看见吗？跟你们说啊，把门关死了，我谁都不见。行，我的好二爷，你不要见人，我跟你拦着就是了。可你倒是说说，这溜溜的一天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要是不跟你说呀，你肯定猜不出来。啊，我到薛姐姐家去了。真是的，这个没良心的！我家姑娘盼着他，担心着他，他倒好，去找他的薛姐姐玩去了，真是良心被狗吃了。姑娘，咱们回去吧。我是要回去的，人家不稀罕见我。薛姐姐不一样，几日不见，她便会想。凤姐姐，快请坐。哎呀，反正啊，我们是等不及了，一听到这个消息啊，就赶着来向你道喜了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哎，你难道没听说呀？林姑爷升了湖北的粮道，娶了位继母，十分的合心合意。如今儿啊，他们是想着把你许配给了继母的一位亲戚家。虽说是续弦，可林姑爷呀，倒也是很中意的。这不，立刻派人来接你来了。不，没有的事，这都是凤姐姐你混闹。看来你是不相信了。我不信。哼，你心里还存着个妄想。舅妈，这是哪里话？我能有什么妄想？这个妄想啊，是前些日子老太太亲口告诉你的。我恐怕你是听错了吧？到头来，终归是你自个儿害了你自个儿。走，咱们走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的宝贝平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是死也不去那南边的，况且那是我继母，又不是我亲娘。你原来说的是这事儿啊？我倒是也听说了。老祖宗，我如何就有了继母？
还要做人家续弦。续弦也好嘛，倒多一份庄脸。老祖宗，您这时说的与前日不一样了。我原本是说过，2个孩儿的婚事也该操办了，可我的话终是拗不过你亲生父亲的意思。再说了，你既然做了女人，早晚要出嫁的。孩子家，你不知道，老待在这里，终非了局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不要离开这里。你说的可是真话？你既不信我的话，我就把我的心给你瞧瞧。宝琴，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？你杀了我吧！妹妹不怕，我这就拿我的心给你瞧瞧。我的心没了，我活不得了。宝琴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怎么掩住了？啊！哎呀！姑娘怕是着了风了。现在外面窗户纸已经发青了，姑娘还是再歇会儿，养养神儿。我何尝不想睡，只怕再睡不着。换了吧？哦，是。还了得！哎，快些，快些，晚了！来了。哎呀，我的爷，不管什么事儿，到了你这儿总是忙忙乎乎，催得人心乱。这可不是寻常的事儿，是我枕霞妹子的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晚上我偷偷跟你说的话，你可一个字都不能透给别人啊。林姑娘那儿也不能说吗？不能。晚些时候我会跟她说的。你昨个一回来就该去看看林姑娘，她怕是惦记得紧。你说的是啊，我怎么把这个给疏忽了？可你昨个那样，走路都晃悠。哎，这2日我心里最惦记的是可怜的枕霞妹妹，看样子林妹妹怕是真的要怪我了。可天下的事儿总有个缓急。哎，二爷，二爷，我看这样好了，待会儿啊，我先去林姑娘那儿，就跟林姑娘说老爷这回让你跟着办的事儿很繁琐，一时竟也抽不出个空来。对，哎，双儿姐姐，有你帮我去说说，我想林妹妹应该不会多心了。好了，我先忙去了啊。双儿姐姐，你该去向秦二奶奶请安去了啊？你说什么？好啊，你个小蹄子，又来编排我，是不是？编排啊！老太太都说明白了，2个孩儿的婚事就要办了，你是秦二爷要娶的，定然不是1个，而是2个。可是我的好姐姐，你的命虽说比我们好，也终归是个偏房，比不得林姑娘是正配。你还敢胡说？再敢胡说！再胡说！再胡说！所以你就得赶快去林姑娘那儿，人家是个正配，是不是待见你这个偏房？你疯了你！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都干活去吧。走。其实咱们姐妹都是知道的，那林姑娘素来就是个多心的，若是做了咱们未来的秦二奶奶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
说到你心里去了。去，快去吧，姐姐的心事我最是知道。英哥妹妹在家吗？啊，双儿姐姐你来啦，屋里坐吧。姑娘怎么着？别提了，昨天又咳了一夜，这不才刚歇下，连鹦鹉也让她挪了地界，怕吵着姑娘。啊，双儿姐，姑娘睡了吗？哎呀，你们家二爷也真是的，我们家姑娘昨晚去看他，他竟不让开门。有这事儿？哦，二爷是说不见人，可不知道是林姑娘在门外。若是知道，定不会这么说，肯定是把姑娘忙忙的迎接进去了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林姑娘是为这事儿啊，又多心了吧？一晚上都在哭，还做噩梦了呢。怕是演着了吧？可不是嘛。哎呀，这可真是怪。昨天晚上二爷也把我吓个半死。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说林姑娘昨晚演着了？二爷也是的，本来睡得好好的，谁知道半夜里一滴连声的嚷嚷起心疼来，嘴里还胡说八道的，只说刀子割了他的心去了，什么找也找不着，直闹到打亮梆子以后才好些了。看看去。哎，姑娘，没事吧？姑娘，那个谁说话？双儿姐姐来看姑娘了。林姑娘倒还是躺着吧。快坐。你们别这样大惊小怪，我不要紧的。你们刚才是说，谁半夜里心疼起来？是秦二爷昨晚做梦，偶然掩住了，不是认真怎样。即使掩住了，可听见他说了什么？也没说什么。你们别告诉秦二爷说我不好，看耽误了他的功夫，又叫老爷生气。好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秦二爷，我们家姑娘说了，先不能进去。林妹妹又病了？那倒不是，我们家姑娘说，先要问问二爷的心。啊？问问我的心？姑娘说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二爷也可以问问姑娘的心。我林妹妹又想出新花样了，这个游戏倒挺好玩。不是游戏，我们家姑娘说，二爷的心丢了。啊，定是双儿来过了吧？我是跟她说过，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心丢了，这到处找啊。我们家姑娘也跟二爷做了一样的梦。真的？我们家姑娘说，二爷若是没心，倒也不必问了。不，有心，有心，是梦里头把心丢了。醒来之后，我一摸胸口，哎呦，这不活蹦乱跳的，还在这儿呢。那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哎，那我去见我林妹妹。哎，不能见。不见如何问啊？雪雁，牵线过来。二爷，请吧。给。二爷，您坐在外头，我们家姑娘在屋里头，都拿着这根线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这不是小时候玩的游戏吗？隔这么老远，如何听得到啊？我们家姑娘说了，本来听的就是心声，若是听不到，就是没缘分，就算了。别，听得到，一定听得到。那就开始吧。走吧。姑娘，她已经拿着了。走吧。
林妹妹，我的心声你定然是能听到的。我就知道，我的心声你也能听到。走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真是奇了，我都听不大清。莫非他俩说话能穿墙透壁？姑娘说了，心意嘛，心意有了就什么都有了。嘘，你我今日说出来的话，有用脑说的，有用心说的，需要辨别得清楚。是。妹妹的心事我知道，我的心事啊，妹妹也知道。那我问你，这几日你去了哪里？为何不见我？我就知道妹妹得先问这个。说来话长，有许多话还不能传到老祖宗那里。我过一会儿啊，单独说给妹妹听。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无非是忙活枕霞妹妹的婚事。可我问你，月老既是牵了红线，把两个男女的手牵到了一起，那么他们日后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？最要紧的事情，那就是过日子，两个人一起过日子。哦，生孩子。对，一定要生孩子的。呸！谁问你这个了？那妹妹要问的是什么呀？还是那话。可你刚才是用脑说的，我要你用心说。用心说？啊，好好好。最要紧的事情，最要紧的事情。两个人在一起最要紧的事情，就是以前两个人如何好，以后两人还是如何好，一点都没变。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可还是没说到点子上。哎呀，妹妹的题目太难了，我原是要请妹妹教我的。其实无非就是承诺二字。两个人没在一起之前，实际上便是有了承诺，所以会冲破各种压力和阻力，就为了实现那个承诺。两个人若是真的有缘走到一起，那个承诺就更加重要起来，因为要守住承诺，比实现承诺还要难上100倍。可我还是要问妹妹，这承诺是什么？哎呀，你果然还是个蠢材。这承诺是心里头的话，那是不能说出口的，一说就俗。反正就咱俩知道，俗就俗呗。那好吧，你先说。哎，不过轻声点说，别让雪雁和莺歌听到。我的承诺就是这一辈子与林妹妹在一起，不离不弃，这就是我的承诺。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，妹妹。你怎么了？妹妹，说话呀。就是不知道你的这个承诺是可以预见的，还是不可以预见的？我的承诺，不管是可以预见，还是不可以预见，我的承诺就是这句话。妹妹，你说话呀，该你了。
其实我要说什么，你是知道的。就像你昨晚做的梦，我也一样梦到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心心相印这样的事情原是有的。妹妹，你耍赖是吧？我说了我的承诺，你还没说你的呢。真是蠢材！我刚说过，还要我重复给你听吗？哦，心心相印是吧？你是说你的承诺与我的承诺是一样的？这一辈子都在一起，不离不弃。天哪！幸亏你还不算太蠢，不然我可如何跟你？怎么跟你？好了，你快进来吧。是。哎呦喂，我的爷！你这是折腾什么呢？哎呀，我那金麒麟在哪儿呢？要赶紧找出来送给琛贝了。什么金麒麟呢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就是前些年我从张道士那里得来的，我不小心丢在园子里了，霞妹妹捡到了，收起来归还给我，我又给了你，让你收好的。哦，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大家带着金贵东西也见多了，谁能都记得呀？我只记得那最要紧的。这可奇了，哪些是要紧的就一定得记得？你就不该忘，人家虽说不在咱们这个园子里了，又很少出来走走，你就跟人家生分了？你说的是薛姐姐的金锁吧？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几个人啊，素来要好，就是天上掉下铁栅栏来隔开我们了，我们也不会生分。再者说了，现在霞妹妹就住在薛姐姐那里，我都去了好几次了，大家伙在一起啊，那就更腻乎了。这叫什么话？还腻乎腻乎的，看你这满头汗。李大姑娘今后就是人家琛贝勒的娘子了，你当还能跟你一起淘气啊？我就是想把那只金麒麟送给琛贝勒，霞妹妹原有一只小的，我送给琛贝勒这只大的，他们俩各配一只，岂不是又吉利又好玩吗？怎么就好玩了？你不是最不愿意女儿出嫁吗？但凡这园子里的姑娘嫁出去，你没一回不唉声叹气的。还真是的，不过这一回啊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这霞妹妹啊是要出嫁。你想啊，本来我跟琛贝勒就是拜把子的兄弟，霞妹妹跟了他，只觉得他又加入一个诗社似的。哎，你话也忒多了，且把金麒麟给我找出来是正经啊。先前记得就在这个柜子里的，东西越堆越多，说不定就压在那儿了。哟，怎么这么乱呀？哎，你见金麒麟在哪儿了吗？嗨，不难找的，有一回我整理时见过，就在头一层的屉格里。哦。哎，找到了。嗯。哼，真好，这下我有贺礼了。